人应该知道，西市乃乌合之众云集之地，闵夫人凶蛮，又有楚人黄歇帮阵，后来又跳出来许多胡人，所以怎么胡人会搅和进去？小人也觉得奇怪，但是听他们的口音，看他们的做派，确实是胡人，绝对不会错。好个芈月，竟敢勾结胡人，聚众滋事，擅杀朝廷命官，光这些罪状，足够他掉好几次脑袋的。原先只是按照夫人的计谋，给他们安一个鼠头狗刀的罪名，当众着实羞辱一番，然后再把他们收到狱中慢慢折磨。可是谁成想，人没抓到，倒是把廷尉右丞的性命给搭进去了。死得好，你们大人死得其所，他用性命成全了那个贱人。夫人的意思是？我一直想寻求个一刀致命的法子，收拾那个贱人，但国相爷手上不肯染血。这下好了，那贱人犯了燕国刑律，砍头都太轻了，必当车裂之刑处，还有凿顶、抽泪、刨落、挖心。夫人，芈月跟公子季在蓟城犯了事儿，杀了人，必定会尽快想办法逃出城外。夫人，要抢在他们前面啊！对，你们快去！国相爷不在，蓟城出了这等大案，通知守城官兵立即关闭城门，全城搜捕人犯。是。关城门，快！快！关城门！关城门！快！到了，不许任何人进入！冲！拉住他们！拉住他们！给我拦住！不能跑！一个都不能跑！别让他们跑了！快给我追呀！追呀！给我追回来！大人，国相府的一个侍女求见。哦，让她进来。是。国相夫人侍女灵儿，拜见苏先生。哦，你找我何事啊？求先生就请过质子公子季母子一命。你说什么？公子季母子命在旦夕，灵儿知道先生豪侠仗义，曾对公子季母子雪中送炭。此事除了先生，灵儿无人可找。到底出了何事？有人诬告公子季母子偷盗，廷尉右丞带兵前去捉拿，与芈夫人冲撞起来，两方兵刃相见，廷尉右丞糊里糊涂丢了性命。究竟是何人竟敢诬告秦国质子？是国相夫人。这未免也太荒唐了吧！国相夫人与芈夫人是同父异母的姐妹，20多年恩怨纠缠，芈夫人在燕国的种种困顿，都与国相夫人有关。那你为何不去找国相啊？国相陪着燕王义后出城了。事已至此，我又能如何？听说芈夫人带着公子季已经逃出了蓟城，国相夫人私自拿了国相的令符，要调动军队全力追捕。国相夫人怎敢如此狂妄悖逆？她是不知道她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不但坏了国相的大事，更是乱了燕国的朝政啊！所以只求先生赶紧想办法。来人，大人，立即备马，我要出城。是。
就要黑了，前面有个草屋，应该是山中猎人打猎的时候住的，我们在那儿过夜吧。好，走。啊！啊！公子，吃吧，吃吧。帮公子骑。让月儿先吃。喝口水，喝水。这有。让二位见笑了。看到我和继儿如此不堪，闯了这么大的祸，还要连累你们，和我们一起逃跑。什么连累？要说这事儿就怪我。当初我要是拦着你，不让你来燕国，你跟孩子如今也就不用受这么大的罪了。这事儿怎么能怪义渠君呢？还是怪我，是我无能，不能保玉儿母子平安。哎，那就更怪不了你了。楚国千里迢迢，这事儿跟你八竿子打不着啊。那更不能怪你。那怪谁？怪我。是我命大。先是楚国的楚威后，又是秦王后芈姝，眼下再是燕国国相夫人芈因，他们都想置我于死地。所以啊，你岂止是命大，你这是胆子大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芈月。我先是得罪了楚国，后又得罪了秦国，此刻再有燕国，我一个人一下子得罪了3个国家。你们居然还敢来找我帮我，你们胆子比我还大。彼此彼此。哎，别光你们俩看来看去的，也看看我呀。行，看你。母亲不用怕，就算有一日继儿和母亲把天下诸国都得罪了，那又能怎么样？果然，这里还有一个比我们胆子更大的。公子这不是胆子，这是抱负。假以时日，公子若有贤臣辅助，定能实现雄心壮志。是啊，继儿需要像张子和子歇这样的人才辅助才行。小子，你想得天下是吧？那得兵戈相向，兵戎相见。你得亲自带兵上战场去杀敌。像那种蜜里调油、光凭一张嘴的人，成不了大事。记住了啊！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继儿去睡觉吧。我还不想睡觉。听话，娘亲陪你去。走。怎么还没有睡啊？我睡不着。我也睡不着。你可能还没有听说，张仪死了。张子死了，怎么死的？
他离开秦国回到魏国以后，不久就病逝了。这次见你，曾好几次想告诉你，可我想到你们情谊深厚。张子是魏国人，他从来不与外人提及此事，但我想，他心中是惦记家乡的。如此，好歹他能回到自己的家乡，永远不离开。扫帚星，嗨，那有什么好看的？你说什么好看？哎，那边好看。那有什么好看的？请